精神各位隊友，週三嘅跑馬地賽事咧，麥道朗登場啊，加埋杜遠恩，相信咧騎師方面咧競爭會相當之激烈嘅嚇。場地方面咧就換咗草啊，聽晚嘅賽事咧就集中喺1650同埋1200米，相對咧就會容易捕捉得到賽道嘅形勢嘅，大家留意下前兩場嘅時間同埋離後追定話離內欄嘅，咁都應該會比較清晰少少嘅。馬房方面咧就方嘉柏同埋沈集成咧全面出擊啊，聽晚就大家都多加留神嘅。呢下咧就賽事分析嘅。咁第一場嘅5班嘅1650米，我中意把匹咧就係8號嘅快樂老窩同埋1號嘅和道威嘅。快樂老窩咧就係原本就喺姚本輝馬房嘅，已經跑咗3場啦，無限接近夜馬，今次係轉去貴福特嘅首戰啊。貴福特咧就選擇過嚟呢邊嘅1650，用埋個潘頓啊，潘一哥啊，應該係。我冇記錯，應該係首次合作啊！咩馬咧喺5班咧，佢馬已經好 fit 噶啦，亦都有魅力嘅。今場有機會咧轉扣咧就即贏嘅。1號隻和道威咧，4個5，上一場嘅4班咧1650米咧走勢都相當唔錯嘅。大家翻查睇下嗰個片係入到直路之後咧，有少少擠咗咧。騎師騎落去咧，有少少飄嚟飄去嘅，即係其實就係減分落嚟5班嘅。今次咧降咗落5班，排過12檔，應該咧有機會都贏馬嘅。我估計佢嘅跑法咧 drop 喺後邊喺內欄度揾位嘅。和道威唯一唔好嘅地方咧，如果係陰天啊，有啲雨咧，呢隻馬咧就表現得冇咁好嘅。到時咧臨場，大家再睇睇個場地係點啊！咁第2場嘅5班嘅1200米，我中意把匹咧就係8號嘅精英至尊同埋7號嘅燃心星嘅。精英至尊咧轉咗落去沈集成之後咧，就半弱兩驅嘅，上場夜馬相當之出色嘅。贏嘅對手咧，時間寶咧，再出表現都相當之 OK 嘅。相信呢隻馬咧，去咗沈集成之後咧，確實係有啲嘢搞翻掂啊！臨場大家睇下隻馬嚇，個大髀嗰啲毛啊，立令起晒花嘅，養得相當之好嘅。再配潘頓，再跑1200米咧，有機會連捷嘅。7嗰隻燃心星咧，兜轉轉，終於落翻5班啦！兜轉咧，就終於去翻佢贏馬路程快活谷跑馬地嘅1200米啊！排過1檔，整個黃志雲上去，隨時咧亦都係有機會打佢今季嘅勝盤嘅。第3場嘅4班嘅165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4號嘅盈妙星同埋9號嘅加州星號嘅。4號嗰隻盈妙星咧就初出喺跑馬地嘅1650咧已經有接近表現啦。今季咧初出就第2啊。直路上嘅跑法咧嗰場我都有跟進嘅，係全2嘅。今次咧休息夠操好，排過1檔咧。非常有機會保中嘅。9號嗰隻加州星號咧，終於跑1600米嘅路程啦嚇。上場咧就係跑1400米咧，我就走得咗個冷披嘅。呢隻馬咧應該係我嘅長期跟進馬嚟嘅，大家都知道嘅。今次咧轉過嚟跑馬地外檔都唔怕嘅，隻馬步比較闊啊嚇。如果喺內欄咧分分鐘會被阻嘅，亦都係4號嘅最大威脅嚟嘅。第5場嘅4班嘅12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2號嘅觀金旗同埋8號嘅銀刺勇士嘅。呢個觀金旗咧今季咧就初出已經贏1000米直路嘅，
咁上季嗰個1000米直路咧，我睇嗰片咧就唔係好中意隻馬嘅，但係今季咧嗰個1000米咧隻馬好明顯係成熟進步嘅，有把拍即刻轉腳加速，贏嘅姿勢咧相當之輕鬆嘅。咁沙田轉嚟快活谷有質素嘅優勢，亦都排過5檔，原裝人馬潘頓咧有機會咧就連捷嘅。咁8號嗰隻銀刺勇士咧，今季已經2 win 1 Q 嘅，呢啲咁 fit 嘅馬，佢都係搶頭啫，咩檔位都唔緊要嘅，亦都係2號嘅最大威脅嚟。第6場嘅4班12米，咁我中意買匹咧就係1號嘅威利非凡，同埋5號嘅御有進區嘅。咁啊威利非凡咧係我季前嘅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寶藏馬嚟嘅。咁啊今季亦都一出即勝嘅。咁今次咧轉嚟跑馬地，咁啊換翻啲賠率啊，有機會連捷嘅。咁5號呢隻御有進區咧。今季亦都係一出嚟快活谷咧，就落飛得手贏馬嘅，贏馬姿勢相當之輕鬆嘅。贏馬嗰場咧排過外檔，今次排過4檔，亦都係1號嘅最大威脅。呢場馬咧做一隻馬叫逆雨揚名嘅，我話你啱啱先做完嗰個跟進馬，有隻馬喺度嘅喎，點解你今場唔跟進啊？因為呢次咧。而家賠率顯示咧，佢係大熱門嚟嘅，咁啊唔係好抵啊！相對前面嗰2隻嘅跟進馬，咁我就揀咗1號同5號嘅。咁呢一場咧，我係中意第8場嘅3班嘅18米，咁我中意買匹咧就係11號嘅滿心星啊！因為滿心星咧就熱身咗2場噶啦，都係喺沙田。一直都係等佢嚟快活谷跑馬地嘅，今次咧轉嚟跑馬地啦，咪相信咧亦都有機會打佢嘅勝門嘅。咁以上咧就係我嘅賽事分享啊，我嘅重心場次咧就係第3、第6同埋第8場嘅，咁希望咧幫到大家。OK， 精神，拜拜。